各位早晨，歡迎收睇呢節天氣報告，我係楊漢賢。今日咧就廣東沿岸天色唔錯㗎。咁睇翻香港嘅天氣照片咧，喺南丫島望出去咧，亦都見得到咧，又有啲白雲，亦都有啲藍天。今日咧都係有陽光嘅天氣嚟㗎。至於氣温方面咧，我睇得到啦。今朝早咧去到7點零鐘咧，各區嘅氣温咧其實已經上升到去市區咧上升到去25、26度之間啦，新界咧都有23、24度㗎啦。今日嘅天氣咧會比較熱㗎，我哋預計咧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啦，天氣炎熱，咁氣温咧最高咧會去到31度左右。嚟緊嘅情況咧都類似㗎，我哋咧特別係去到本週中期嘅時間咧，預計咧會有一個反氣旋咧就會控制到喺華南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嘅天氣。咁屆時咧就會為呢區帶嚟一啲普遍晴朗嘅天氣啦。咁但係咧就天氣方面咧亦都係同時係比較熱㗎。咁所以咧展望未來一兩日，香港嘅天氣咧將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啦，天氣咧亦都係炎熱㗎。最後提一提大家啦，去到本週後期嘅時間咧會有啲轉變嘅，主要咧就係預計會一道廣闊嘅低壓槽咧，屆時就會影響南海北部嘅地方。咁呢區咧啲驟雨咧就會多翻。咁連帶咧香港我哋展望去到本週後期嘅時間都會有翻幾陣驟雨㗎。好啦，香港天氣咧講到呢度，多謝收睇，拜拜。